大讲讲一句，台语有艺术。大讲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焦挂先。多谢观众朋友今年的陪伴。咱今仔日的主题是一档内底上尾的一个节气——大寒。大寒汉字写作大寒，罗马字写作多爱大好安寒。大第7条，寒第5条。大寒差不多拢伫新历正月19到21迄卡刀。大寒毋但是规年烫天上压尾的节气，嘛是一年内底上寒的一天。伫大寒这个节气，咱会拄着买价。买价是旧历12月16，迄天头家会办到请辛劳，感谢大家为公司打拼的辛苦，咱叫做食买价。伫台湾，阁有一款风俗，就是伫大寒迄天会去整理祖先的墓，甲祖先的墓整理好，清气淡淡，互祖先好过年。大寒的时，阁有一项重要的民俗，就是伫旧历12月24日爱送神。送神会传糖仔拜灶神，请伊转去天顶的时，甲咱斗讲好话。送神了，就爱准备过年啊！29暝，规家伙仔围炉团圆，分红包互囡仔过年。啊，这嘛是俗语讲的“新年头，旧年尾”。来，就是这个时阵，来，这互你平安到大汉啊！就乖啊吼，就乖啊！俗语讲大寒不寒，人马不安，意思是讲因为大寒的天气足寒，一寡海棠若毋是寒时，就是美丽，唔敢出来。啊，若是大寒天气袂寒，遐个海棠无死，也是出来热踅，安尼咱的生活就会有灾厄。六大寒。压尾、买价、送神、29暝、新年头、旧年尾，大寒不寒，人马不安。拍拼规冬，大家辛苦啊！咱这个上寒的时阵，甲同事、亲戚朋友做伙食饭，感受人情的温暖，真幸福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来。